卫生福利部社署进前预告讲，对9月份开始，苯巴比妥和氯二氮平拢会来乘做第4级的管制药品哦。若属医师无定期的申报，会来罚6万块以上，互医界是真反弹。认为讲安尼上过严格咯，未来医生哦可能会无想要开有这款成分的药品，会来影响到民众的用药的权益。卫生福利部部长施瑞元早起是表示讲，基层诊所用药会来做调整，所以这新制度会搁等2-3个月后再来宣布实施。新北板桥某一间幼儿园疑似饲药案，虽然新北地检署已经将家无起诉，不过卫福部食药署顶日宣布，为9月起，苯巴比妥加氯二氮平和仿制药拢会纳入第4级管制药品。那医师无定期申报，会裁罚6万以上的罚款，引起基层医师的不满，认为矫正过头，增加困扰。稽查的结果，如果多一颗少一颗，都会造成至少6万元起跳的罚款。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会使很多基层医疗院所不愿意再使用这个药物。医界表示，这两种复方药物定用伫成人的腹肚疼甲神经兴奋等症状，佮含有氯二氮平成分的胃药，治疗胃救筋效果真好。过去也毋捌有人摕药物去提炼做毒品，那未来变做管制药品，部分基层医师可能烦恼管理申报疏失，互开发，过去就无要开药啊，影响民众用药的权益。纳管并不是不能用，是你必须要详细记录它的进出，那以免这个不当的去流落到这个不适当使用的部分去了。是瑞元强调，管制药品就是毒品，正当使用就是管制品，不是正当使用就是毒品。只要无处方证明由医师开立，都会出现问题。这是法制单位给的建议。那为着考虑基层诊所用药需要做调整，所以行政署会暂缓2到3个月，等基层诊所内部管理建立系统了后，才实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